因来咱台湾和泰国嘅警方是做伙抓到一桩洗钱嘅案件，这是国内嘅非法集团涉嫌用人头口座替泰国、日本、越南在非法嘅跋筊网站处理跋筊嘅钱甲诈骗嘅钱。检方调查，敢若半年时间，因就协助洗这钱超过153亿，因若乌心钱是赚1亿8千多万。特勤队员毒手，直接弄离犯罪大本营。厝内空完电脑、酒吧机、手机，拢是作案工具。这个不法基点涉嫌甲用人头口座替境外的线顶跋筊洗钱，超过153亿台币。泰方呢，在前年先查获一个洗钱的水房，他们那边是叫 Simbox 机房。那透过本局驻泰国联络官密集的情资交换，我们在台湾呢查获了洗钱水房。靠泰国的证据，刑事局展开调查，发现在台相关勾结当地不法集团，协助泰国、日本、越南的非法跋筊网站处理缴客存钱、点数兑现、经手的金流，佮插到诈骗来的钱。他们24小时不停的运作，这之中都是全自动的，一天大概各种币种换算成新台币，大概都会洗新台币1亿元。短短半年时间，所抽的下手赎回获利达到1.8亿元。这摆落网的23人，防以洗钱等罪嫌以上，只是有律师点出，对线顶跋筊管理国内欠完善的法规。对于线上捕鱼这件事情，已经很蓬勃发展，但台湾并没有立法这边有意识到这一块有一些漏洞，那所以只能用回到最原始的赌博罪。科技发展真紧，为跋筊服务产业带来新的商业模式。不过法律关系甲界限，有律师认为有关有无清楚的空间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